水喺大自然中循環不息，被太陽蒸發上天，然後下降為雨水，匯聚高山，最終流向平原，成為水資源，俾萬物生生不息。情緒都一樣，無論係追求正面情緒嘅快樂，或者係逃避負面情緒嘅痛苦，都係推動同引導我哋幸福生活嘅能量。然而世事無常，一啲突如其來嘅生活變故，就好似地震之後巨石跌落山谷，泥水開始淤積，形成堰塞湖。一啲未處理嘅情緒，就好似湖裏邊流水被阻斷，形成內在嘅精神壓力。佢嘅外表睇落好平靜，但水越積越多，壓力越來越大。呢啲壓抑嘅情緒唔會自行消散，如果唔處理，有一日再遇到突發事件，恐怕會潰堤成災。因此，及時嘅情緒疏導非常重要，就好似喺湖內開鑿一條出口，俾積水慢慢流出，心靈先至可以重新呼吸。幸福並非永遠無風無浪，而係懂得喺風浪中揾到出口。疏導情緒堰塞湖，先至可以俾幸福之水源源不絕咁流動。處理咗未了之事，生命先有更多未來嘅可能。大家好啊，我係宏健啊，我係一位胰臟癌嘅康復者，我康復咗9年㗎啦。咁喺退休之前咧，我幫公司翻去大陸做開荒牛，拓展市場，工作壓力自然好大啦。但係嗰陣時我唔係好懂得舒緩我嘅壓力嘅，直至到捱唔住啦，我就決定翻香港咯。咁翻咗屋企唔夠半年咧，我就確診胰臟癌啦。胰臟癌喺9年前咧係病發率等於死亡率嘅，咁醫生都同我講，就算手術成功咧，我都係過唔到5年嘅啫。死亡嘅恐懼係好大啦。手術同埋化療之後咧，要重新適應嗰個消化系統啦，同埋咧就係話化療嘅副作用咧都係相當大嘅。咁個人嘅壓力好大，情緒亦都好差嘅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好感恩我去咗學格林氣功，咁咧就認識咗一班癌症嘅同路人。我哋呢班朋友大家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勵，咁我嘅壓力同埋情緒咧都得到抒發嘅。咁喺我康復之後咧，我嘅人生觀同埋價值觀咧都改變咗啦。我覺得咧係以生命影響生命，比去重投職場更有呢一個嘅價值。咁我已經做咗義工5年㗎啦。咁我希望將來嘅日子咧係可以繼續傳承呢個氣功同埋太極拳啦，為老友記咧係建立一套身心嘅健康工具。去令佢哋身體健康啦，同埋情緒得到管理，達至身心健康。多謝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indy 啊。我嘅未了之事係乜嘢？我未了之事梗係我最錫嘅爸爸啦。因為喺佢過身嗰幾年咧，我覺得自己真係做得唔夠好啊，我就安排咗佢入老人院。但係我唔能夠安排一間好嘅老人院。佢過咗身之後咧，對我影響非常之大。由於我係一個人住啦，我個仔結咗婚啦，咁我本身又係單親啦。咁嗰2年咧，我直情有時一諗起我爸咧，我係又瞓唔着覺啦，同埋自己喊啦。身邊又冇人去幫我安慰我啦，同我處理我問題啦，困擾我真係好大好大。亦都有諗過咧，不如我都跟埋阿爸一齊去啦咁樣。好在我教會咧啲弟兄姊妹啊、牧師都幫助我，時時同我禱告啦。個思維上咧就開始咧就轉翻正面。神好似冥冥中都好似有啲嘢同我講咁。我愛爸爸嗰個孝道咧，我不如轉化為愛我媽媽啦。我媽媽仲在生，點解唔更加愛佢、更加錫佢咧？咁其實咧，仲有一樣咧就係好緊要。我參加咗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真光院嘅叫做1人1故事嘅活動，咁我亦都成為咗其中嘅成員啦。
喺呢個活動裏面咧，我聽到好多長者嘅故事啦，佢哋真係好唔開心㗎，好多故事好影響佢哋。但係我就又諗翻起自己，其實而家我可以為自己做到，或者為屋企人做到，我係咪應該做得更加好啲咧？可以令自己開心啲，唔好令自己有咁多遺憾咧。我咧希望啲老友記咧真係要更加愛錫自己，以前好慳，唔好啦，對自己闊佬啲。買多啲自己中意嘅嘢，食多啲自己中意嘅嘢，或者啲仔女翻嚟啊，唔好咁陰沉啦，要開心啲同佢哋相處，係好重要。